师兄，你认为聂小倩可信吗？当然可信啊。就拿上次他劫走我的事来说吧，当时他既可以杀了我，也可以押着我去向黑风领功。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的话，就不需大费周折的去游说贫道了。你也知道，我毕竟救过他的命。他当时就对我讲，他只相信贫道，将心比心，难道贫道不相信他吗？师弟，你在插我的话呀！师兄，聂小倩，我是她的引渡人，当然相信小倩是真心的，而且她和黑风有杀母灭族之仇，怎么可能真心降服？师兄，不瞒你说，我一直在怀疑，小倩投靠黑风是另有苦衷的。我也相信这一点。没错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师弟，这个秘密只有咱们3个人知道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师兄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不是我刻意隐瞒，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。也不能让大家起疑心，胡乱揣测。如果走漏了风声，那小倩就危险了。对，师弟啊，论武功，论法力，我俩都在他们之上。所以这次刺杀行动，我的意见以你为主，我在一旁协助你，借机行事。是，师兄。姥姥，你说主人突然叫咱们来，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大事了。姥姥，你就跟我们透露几句呗。算你有眼力。放心吧，跟着我，你们吃不了亏。小倩姑娘，怎么了？我听说主人把黑风寨的权力重新做了调整，你知道吗？无所谓，主人要用谁，他心里清楚得很。我们耐心等待就是，不要跟着那些人盲目的起哄。可是，各位，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。师父有令，他这段时间要闭关修炼。闭关这段时间，黑风寨大大小小的事务，由我来暂代处理。谨遵少主令。师父闭关前嘱咐陶静，要监视玄真观的一举一动，只要燕赤梅动身去找剑，我们就要随时跟上，绝对不辜负主人的信任，请少主放心。穿山甲大哥，你对主人的忠心，我会全数转达。大家也知道，前些日子我因为聂小环犯了一些错误，让师父非常的生气，受到了师父严厉的惩罚和批评。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，在他的精心教导和鼓励下，让我明白师父的一片苦心和对我的期望，所以我下定决心，重新振作。我要让他老人家知道，他没有看错我陶静。他给了我这次机会，让我戴罪立功，所以我要更加的努力和争气。陶静在这里，恳求大家能帮助我，支持我，让我成为师父心中的骄傲，能够为黑风寨，为我师父，在3界中再建新功。少主，请放心，我们一定鞠躬尽瘁，为主人出力，为少主出力，为黑风寨出力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陶静给主人下了什么迷魂药？明明对他失望透顶，还这么重用他。姥姥，这还用问吗？那陶静是主人一手抚养栽培的徒弟，他俩情同父子，感情深厚，哪里是其他的事情可以比的呢？
别说是和聂小环有一点儿女私情，就算比这大得多的事儿，我看主人到最后还是会不了了之的。不会吧？主人不是感情用事的人啊。利益当前，即使是亲生父子，也不会随便相让的。依我看，只要姥姥你再耐心点。少主，参见少主。哎，免礼。谢少主。传甲大哥，天天练兵，辛苦你了。回少主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练兵，帮少主打出一片天下的。好。少主，相见不如偶遇，来，过来喝2杯吧。继续训练吧。是少主，请。请。那就打扰姥姥了。客气了，不就是喝几杯酒吗？果然是好酒啊！如果少主喜欢，我叫他们搬几坛过去。不必了，君子不夺人所好。太客气了，不就是几坛酒吗？再说，我也没有什么替少主效劳的机会。姥姥，你不用为我效劳，你只要尽心尽力地为师傅效劳就好。那是自然。不过少主，我确实有件事想请少主帮忙。嘿，姥姥，此话严重了。你是前辈，师傅经常告诉我，要向姥姥多多的学习。你有什么事，不妨直说。这次巡剑行动的统帅，我想试一试。让你做统帅也不难，但是……少主的意思是，黑风寨它是有规矩的，能者居之。现在师傅已经把统帅的位子交给了聂小倩，我不敢贸然更改。如果你能抓住他的什么把柄，让我有交代的话，那……明白，明白。少主，来，干！干！以一个担当重任的统帅来说，你也太清闲了吧？以一个君临3界的继承人来说，你显得更清闲了。怎么？我突然得到黑风寨的大权，你不意外吗？不，恰恰相反。哦？因为我知道，我所认识的陶晋哥，绝对不会因为与心爱之人生死相隔就沮丧沉沦。相反的，那些都将成为你登上巅峰、得到你应得东西的动力。知我者，聂小倩。我已经开始努力了，希望你跟我一样。纪念那些离我们而去、为我们牺牲的人的最好方式，就是达成他们的心愿。不管多难，我都要完成它。吉时已到，众弟子听令，在，准备出发。是，全面道长。道长，我叫阿文，是血魔大哥的手下。大哥遁迹江湖，临行之前留下话来，让我带领众家弟兄前来投奔道长。血魔的事，贫道也略知一二。难得阿文兄弟仍然坚持这份正义之心，你们就随队伍一起出发。谢道长。咱们罗刹镇的弟兄们，誓死追随道长。誓死追随道长！誓死追随道长！
好，咱们的人数众多，路上难免引起别人注意，咱们得分头前进。我和聂前辈率队往南走。好，傍晚在中途驿站停留，适当的时候我会向各队伍发出指令。出发！月容姐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着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混进玄真观呢？你说句话呀！好了好了，这个你就别担心了。哎，舒姥姥来了，舒姥姥。杜月容，主人让我问你，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姥姥，那个该死的宁采臣，太过绝情，根本不容月容开口啊。那么就是说，计划失败了。暂时，月容还想不出混进玄真观的办法。不过，请再多给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完成任务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主人哪有那么多时间等你啊？姥姥，还请你在主人面前替月容说几句好话。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还想让主人重用你？不如我给你出个主意吧。姥姥，你有办法？苦肉计。叶道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救命啊，叶道长！我和姐姐被树妖袭击，姐姐为了救我，可是她，叶道长，你一定要救救她！她要是落在树妖的手里，肯定会没命的。好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带我们去吧。醒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！这是哪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月容姑娘，这里是客栈。你和梦儿遇到树妖袭击，是我和师兄把你救回来的。谢谢燕大哥，多谢道长救命之恩，月容感激不尽。姑娘不必多礼。贫道多嘴，请问姑娘为何落到如此地步？因为树妖一直跟宁家过不去，知道我嫁进宁家以后，就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他找不到采臣大哥，就拿月容撒气，已经多次到我雅居挑衅滋事。月容打不过他，想要带着梦儿避开，没想到还是和他狭路相逢。我跟姐姐已经百般回避，树妖还是不依不饶，对我们痛下毒手，还百般羞辱我们。想不到我杜月容会走到今天，既不是采臣大哥的妻子，也难容于妖界。月容姑娘，你有伤在身，不要想太多了。你先好好养伤，其他的以后再说吧。师弟，咱们走吧。好。谢谢道长。终于骗过那帮臭道士混了进来，姐姐也不难嘛。为这，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小。单单从他回来这个时机上，我觉得就很值得怀疑。是啊，他早不来是晚不来，偏偏在咱们要寻找轩辕神剑的时候，他出现了，这就是居心叵测。对呀，既然他说树妖姥姥那么恨他，为什么树妖姥姥还留了他一条性命呢？哎，还有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他身上的那些伤都是皮外伤，根本就没什么大碍的。就是嘛。哎，叶道长，
你坐。哎，燕道长，月容他怎么样？是不是没什么大碍呀？哎呦，他那也叫伤啊！宣真观多厉害呀，那种伤治不了，是不是啊，彩晨？所以说呀，这个救人呐，就应该像人家宁采臣娶媳妇一样，不能感情用事。到时候啊，不但害人，还害己呢。不是，这关我什么事啊？怎么都说到我身上来了？因为你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例子呀。不过呢，人家书呆子已经知错就改了，可是某些人呢，还是明知故犯。哎呀，被蒙蔽了双眼呐！嘿嘿，可恨这个小兔子精，啊，唱这出苦肉计啊，居心叵测，他想阻止我们夺取轩辕神剑。哎，师傅，你好像变聪明了，居然把这个兔子精看得这么透彻。神！哎，你们两个废话这么一大堆，其实都是说给我听的。你们积点口德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月容姑娘都是宁公子的妻子，而且也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啊。况且就算是一个陌生人，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、袖手旁观吧。道长，不要顾及我的面子，我已经对杜月笙彻底失望了。不管他在使什么样的诡计，我都不会心软的。不过我话说在前面，你们要救他是你们的事，如果因为他耽误了寻找神剑的时间的话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是啊是啊，咱们还是走吧。那个杜月笙狡猾透顶，一肚子坏水儿。这次他接近咱们，一定是没安好心。所以说你不用内疚。小三儿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这个狡兔，那就说他了。所以说不用放在心上。说得好，孺子可教也啊。嘿嘿嘿嘿。姐姐，伤口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还是很疼。该死的树妖，下手可真狠。我看他们根本就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这笔账咱们给他记下。敢公报私仇，哼！等我取得黑风的信任以后，我一定连本带利全都给讨回来。对了，姐姐，我刚才煎药的时候，发现那个郭小四居然在监视我们，看来他对我们有所怀疑。哼，该死的郭小四儿，不识好歹的混蛋！也不知聂小倩给他下了什么迷药，一直跟我作对。姐姐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？哼，凡是挡我路者，遇佛杀佛。郭小四儿最好别栽在我手里，否则一定会死得很难看。哎，啊，书呆子，怎么了？见到我很失望是吗？只是没想到会是你。好了，你就别撒谎了。你看你脸上都已经写着了。我猜你是想小倩了吧？余生姑娘，你说这混乱的日子究竟得过多久才能结束啊？怎么了？我真想快一点找到轩辕神剑，恢复三界的安定。这样的话，就可以早一点见到小倩，她也不用受那么多的苦了。书呆子，只要你是真心对小倩，我想小倩她一定是知道的，而且你是关心她的，无论她在哪儿，她的心里啊一定是开心的。会是这样吗？当然会。怎么，连我的话你都不相信了？哦，好了，走吧。你来了。哎，我看你最近练功
好像很勤快啊。怎么，因为去找轩辕剑，所以心理压力很大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毕竟咱们这边的力量比黑风他们那边弱的太多了。如果狭路相逢，很可能会吃亏。现在多练一会儿是一会儿，也许到那个时候会捡回一条命呢。来，你也练练吧。前路多凶险，此次同行的人也不知道能活着回来几个。如果我当初听你的话，早点去找血魔大哥打开心结的话，血魔大哥也不会离开，那我们的胜算也会多一些。都怪我。好了，凡事都有定数，人力是无法改变的。你也不必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吧。自古以来，都是邪不压正。大木头，我相信你，不过你也不用这么严肃吧，好像你早就洞察天机了一样。如果这次我们能够制服黑风老妖，摧毁黑风寨的话，我将会功成身退，带着师傅回到他的老家颐养天年。到时候欢迎你来看我们。我听说我师傅的老家可美了，就像世外桃源、人间仙境一样。你看我说着说着又说远了，大战在即，怎么可能想这些不着边的事呢？好了，不打扰你了，我也练功去了。好啊。少主。好。小倩，遇到什么事了？这么开心，说来听听吧。难不成得了什么灵丹妙药，可以一步登天了？你就不要再胡乱猜了好吗？我只是去巡视了一下，打听了玄真观的情况而已，哪有灵丹妙药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胡说。那你也不用笑成这样吧？难道你想让大家知道你心情如此的好？少主，属下打听到玄真观老道们可能会在驿站停留几天。为什么？好像是路上救了受伤的杜月笙，因为他要疗伤，所以才有所延误。哦，那我们也在这里休息几天吧。小倩，我知道你心情为什么好了，是不是去见宁采臣了？怎么样，误会解开了吗？你别闹了，当心别人听到。陶静哥，你觉不觉得杜月笙这个时候受伤很古怪啊？会不会是要伺机对玄真观的人下毒手呢？杜月笙虽然狡猾，但做不了大事，不足为惧。放心吧。他不会对玄真观下手的，因为对他没有任何好处。可是我就是放心不下。赤眉道长、燕大哥，这是我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菜肴。感谢道长的救命之恩。这是什么呀？海螺你都看不出来啊？多谢姑娘美意，不过你身上有伤，刚好一些，不宜太操劳。燕大哥客气了，你们为了救我，耗费了功力和时间，这份恩德，我拿什么回报都不为过。更何况只是一道菜肴，你们若是再推辞的话，我的内心就更加不安了。道长呢，是修道之人，不吃荤，你做海螺他们也不吃啊。你懂什么？玄真观修法的道长是可以吃荤的，只要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为己杀就可以了。是吧，姐姐？那当然，月容还不至于蠢到让各位道长为我破戒。小四儿，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不堪吗？月容姑娘，你误会了，小四儿不是那个意思，对不起啊。对，
不知者不为罪，他不知道道家的规矩，别生气啊。这个海螺我尝尝。前辈请便。好。师傅啊，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哎，你也不看看是哪个妖精做的，万一吃死了，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这孩子，这怎么说话呢？别介意啊，他不会说话，我好好调教他啊。你怕死你就别吃，多香啊！吃货。对，老爷子说的对，不吃白不吃嘛。吃货。好，大家都在。来，师傅，你看我们在驿寨已经耽误这么多天了，是不是？月容姑娘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明天我们可以继续赶路了。逸轩在，你去通知大家做好准备，明天一早出发。是。等等，再派人转告阿文的队伍，让他们从明天起一直往西走，3天后大家在狗头山集合。是，师傅。好。这个消息很重要，我必须马上去通知树妖。现在，姐姐，他们对你心存怀疑，现在出门不妥吧？而且那个郭小四还在外面监视我们呢。这个好办，你穿上我的衣服，把他引开就是。不错嘛，杜月容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你就有这么好的收效，那还多亏了姥姥。姥姥对月容的恩德，日后月容一定会回报。少废话，赶快跟我说，你有什么好事向我禀报？姥姥，回去禀报主人，赤眉老道他们会在3天后在狗头山会合。是谁？是你，聂小倩。树妖姥姥，你是老的糊涂了，还是故意装糊涂啊？这杜月容可是宁采臣的妻子，燕赤眉那边的人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你少在那血口喷人！告诉你，杜月容已归顺于主人了。杜月容经历了那么多，你却始终没有变，还是那么可怜，那么卑鄙。就算你今天杀了我又如何？你还是得不到你想要的，你依然一无所有。我可怜，我卑鄙，哼，这全都是拜你所赐。你说我一无所有，那你呢？你又得到了什么？你娘死的尸骨不留，你舅舅身处异处，还有你妹妹聂小环，听说被主人打得灰飞烟灭了，是吧？告诉你一个秘密哦，他们的死和我的不幸一样，全都是你害的。你知道聂小环是怎么被主人发现的吗？难道是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因为我们之间的仇恨，所以我揭发了他跟陶静的奸情。杜月容，你我之间有什么恩怨，你尽管冲着我来就是。为什么还要去害别人？怪就怪在他们是你的家人，你的朋友。我还要告诉你，宁采臣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杜月容得不到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
你要是再敢伤害无辜的人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那你就做鬼去吧。走。又让这个聂小倩给跑了。姥姥放心，她躲不了多久了。走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！我只是路过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月容姑娘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饶了我吧，月容姑娘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行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屡屡坏我的好事，今天落到本姑娘手里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你？谢谢你，陶静哥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没关系。你现在是不是开始担心了？真没有想到杜月笙会投靠黑风寨。他不是一直对宁采臣情深意切吗？我想，他已经对宁采臣绝望了。不过，无论他用什么手段，他始终破坏不了你在宁采臣心目中的地位。他投奔黑风寨，一定是想跟宁采臣同归于尽。他得不到的，也不想让你得到。不过我了解我师父的为人，杜月笙对他来说，只不过是个可利用的棋子而已。杜月笙这么做，真是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。这一个情字，想要看破实在是太难了。想当年我们要好的时候是何等亲密，想不到居然会闹到这个地步。小倩，对那些薄情寡义的人，没必要伤心。我倒是觉得，树姥姥才是我们该提防的人。你是说，比起杜月笙，树姥姥是个狠角色。她虽然没有什么城府，但是她贪得无厌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。她得不到师父的重用，但是师父也不会怀疑她。说实话，有时候她的话，比我们的话，更能取得师父的信任。我明白了，我会小心的。咱们一会儿怎么走啊？分头走吧。嗯。让阿文守在山上，我们下去巡见。好。道长、前辈、雨生姑娘，你们看见小四儿了吗？小四儿，他不是你跟屁虫吗？你去哪儿他都跟着你的。我怎么记得小四儿他吃完饭之后是跟你进了里面去了？是啊，刚才还在呢，可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呀。是不是没吃饱，跑厨房接着偷吃去了？到厨房看看。全都找遍了，没有找到。啊？啊，月容姑娘，有没有见过小四儿？小四儿，会不会明天就要启程了？他去买东西了？不可能，小四儿他很懂规矩的，他要出去的话，一定会跟我说一声。哎呀，看吧，他急的。走，我们帮你找吧。走。小四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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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四儿。啊，肉香在那儿。啊！哎，走走。小四儿。哎，小四儿。啊！小四儿，小四儿，小四儿，你怎么了？小四儿，你醒醒啊！小四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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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小四儿，
小四儿，小四儿，小四儿，小四儿！菜来了，几位慢用啊。前辈啊，好，严姑娘，大木头，书呆子怎么样了？是啊，怎么样了？根本听不进去劝，哭昏过去好几次。现在我师兄和月容姑娘在照顾他呢。小四儿实在是太可怜了，平时憨厚可爱，他也没得罪什么人，怎么就被杀了呢？我真是想不通啊！是呀，这个杀人呐，自古以来，不是为了钱，他就是为了情。可小四儿他哪样都不占呢。我知道了，唯一有可能杀他的，就是那个兔子精杜月笙。杜月笙？没错，小四儿说过，他很不喜欢那个兔子精，兔子精也不喜欢他，总看他不顺眼。他还说，这次受伤回来以后，觉得他怪怪的，所以小四儿准备监视他。不会是他发现了这个兔子精的什么秘密？那兔子精就杀人灭口了，把他给杀了吧？喂，无凭无据的，可不能乱说。本来宁公子，他对杜月笙已经有意见了。如果他听到你这番话，肯定会闹得天翻地覆的。这个关键的时候，可不能再出乱子了。我没有乱说，小四儿以前真的是这样跟我说的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如果真的是杜月笙杀了可怜的小四儿，咱们不能让小四儿白死，也不能让杜月笙逍遥法外。没错，师傅，你说怎么做，我听你的。任何一种犯罪，他都会留下证据，他不会不留下任何痕迹。既然小四儿在那里死了，他死的地方一定能够查到蛛丝马迹。师傅，我跟你去。走。咱俩今天好好找，一定要找到证据。我找那边。啊，好。你找这边。好嘞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行。落到本姑娘手，我怎么可能放？救命啊！师傅！啊！师傅！师傅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师傅，你看，哎，这不海螺吗？你听听，听，月容姑娘。杜月笙，你为什么要杀害小四儿？彩晨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你不要听别人胡说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。陷害你？你实在是太恶毒了。只不过你没有想到，你讨好我们家的菜，竟然成了你杀人的证据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听听就明白了，里面有你很精彩的声音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哎，追！兔子精，怎么样？今天不会再让你跑掉了。哼！你真的要杀我吗？小四儿他不过是我们宁府的一个下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下此毒手！哎呀，看不出来呀，真是啊，花容月貌，却有着如此狠毒的心呢。这容貌跟内心咋这么大差距呢？
是我杀了郭小四儿，就是我，亲手刺穿了他的心脏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宁采臣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混蛋，难道你真不知道我为了什么？杜月笙，你还有理了？不管为了什么，那都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，你这么做，完全是错的。是他该死！如果不是他步步紧逼，天天监视我，我怎么会杀他？都是他自找的，活该！不只是他，还有你们，都在心里怀疑我，监视我，对不对？我都知道。为什么你们对聂小倩那么好，对我却如此苛责？我到底哪一点做的不如聂小倩？你们说呀！我恨他，我也恨你们，都是因为你们，我才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，都是你们害的。宁采臣，你对我始乱终弃，背信弃义，枉我对你一片苦心，你却一次一次地伤透了我的心。